真正用心去听道理，尤其讲出来讲了好，相信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咱只有大家同款的感觉。这个班经过将近4年的疫情，咱今年开始开了，渐一直恢复人数。相信咱以后会愈来愈济，因为每一个讲师拢用心，真正袂使无老讲师来吵人吼，因为新讲师甲老讲师的讲法都有不一样啊。这讲我这讲有同款，当然新讲师较少个，讲的较现代。老讲师较亲热，嘛较习惯。我哪会当真正牵出这道德经，这咱心的经典，算真无简单啦经过咱今仔3个讲师来牵出这3章，相信咱大家都有感受。咱开这个班，无非希望咱对道更加信心，对道更加明白，更加积极，因为人会老啦，人会老啦。咱敢有看到咱在座讲的，迄老的拢较少咧，对不对？真正老的一直成道啊，咱好势排班嘛排不到咧。这大家人拢爱行呀，所以咱爱把握当下，把握咱做一个参考因为咱这3章拢是讲咱的脾气毛病，迄个病咱每一人拢养出一个病，养鞭千日，飘在一时，但是要用对时候，用对地方，不要用错地方。因为这个大兵之后必有凶年，大兵之后，有的阿某冷战过，也是讲热战过，开始热战了后开始冷战，冷战有当时还可能过的，那是不是凶年？大声，一声大声，再叫伙讲我唔对啊，结果唔对，你已经受骂，你要人过7个嘛，来不及啊！咱人来到这个世间，无哪会当真正认识咱，今仔日当谈道场来接受真理的教育，来评评咱人生的内涵。这点咱就要一直感觉讲真正可贵。咱做一个评论，咱就要20-30年前就开始去大陆，去大陆，因遐的客人车咱或许上惊的就是，一台客人车顶头，迄司机咱通拢骗你，一声就，迄个不问青红皂白安尼，就安尼，迄叫啥？口吐迄个无好的物件，无好物件后壁门若准无关飘，咱好是去大陆上惊的，去一电车，但是7万天，这样阵去遐拢有车，咱家己车，无就坐高铁，坐飞机，4个走，伫高铁顶头迄个状况啊，敢若亲像无人就共款。要无所怪时，一定那种就痒。咱就来看，这个人会感觉边仔无人咱就很庆幸。看到这种情形，咱就很庆幸，因为咱对台北坐到家己所有的这个过程，
安静、清洁、很清净。所以，咱若伫网络上看到一个消息，讲咱台湾现在比10年前就已经伫网络上有写讲，咱台湾是最适合人居的地方，最温馨的地方。那最近网络公布，台湾居住的人口占了世界第3名，它有2300万人口，有320万人，降14%，14%。啊，这不是一个所在公布尔，刷了连啊报啊公布，连人口也有公布。那这代表着台湾的脾气毛病是不是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？那越来越少，这个兵就现在就不是大兵，是那个已经是有水准的兵了，好，有经过训练有素的兵了，所以我们的脾气毛病越来越少。所以这3章，或许感觉到，因为夫兵者嘉宾者，不祥之气，非君子之气，不得已而用之。上好上歹咱心内底脾气毛病，拢是咱历史以来所养成的歹脾气、歹毛病。这样物件，咱去做一个参考。咱伫9月24号伫吉隆坡开盘，咱请了咱大陆的导师，将近要20位。开盘迄天，大家穿甲拢是咱台湾的制服，迄个中排裤，大家拢穿甲整整齐齐。前，伊个活动内底，拢对早时甲暗时拢静静。因为2天了后，有一个台湾的导师，甲一个新加坡的导师，两个做伙来问咱老师，经理啊，大陆的人吼，伊讲迄阿拉啊，我们大陆的人讲阿拉啊，当时足会讲话，拢会叽叽喳喳的。恁一厝内车内拢爱甜，整，搁服装制服，非常精致。咱你来讲，这就是咱倒位船队啊，岛团大陆，咱已经去努力30档啊，经过咱台湾的前辈者，甲新加坡的前辈者去开放30档。付出的心血，包括讲师，包括人才，包括很多去那边帮办的，付出足钱。所以30档已经应该爱变化，起起来嘛。你讲安尼是这样不便宜啊，没有白走。所以从外表上就可以看到我们内心里面的修为涵养。咱的修为涵养，就是流露出咱的一个内心内底，你种什么款的精气，然后你今仔开花结果出来。所以这开花结果出来，咱绝对袂使显现出咱别来嘛，绝对不是白走的。尤其我经常被问到，经理什么时候要再开普通班？然后就办3天，不是安尼开。一年开5届，咱的导师当初每年不断听库存栽培，所以这拢是真正让人可贵的代志。所以这拢是处处表现出咱改变脾气、改脾气毛病，会当真正来聆听真理的教育，使咱感受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的宝贵。所以在咱大陆，讲这个有一个蛇手，这个业务讲起甲印度去开发业务，
一个业主转来讲，老板，恁都无市场啦？为什么无市场？伊讲，大家人拢无穿鞋啊，大家拢无穿鞋啊，都无市场啊，大家人拢无穿鞋啊。然后第二个转来讲，头家，这个市场无限，为什么？伊讲，大家拢无穿鞋啊，迄买鞋啊，将来买鞋啊，情形会比每一个国家更较大的销售量。咱今日大陆开发，去到遐当初去遐看，甲我讲的，迄伫迄个楼梯间啊，动车上、飞机上顶头，拢安尼讲话吼，讲甲屁大声的。迄尤其来台湾的吼，迄一团的吼，大家拢讲，若甲迄同款的吼，迄实在足好听。叉叉讲话讲袂煞，但是咱就来感觉讲，这就是咱要来去大陆，咱的使命，咱的责任，咱要来甲各团体无道的所在在安尼啊，无道的所在，咱才有机会嘛。若有道的所在，今仔日台湾，这份人好道无？无好道啊，无好道啊。咱尤其是讲的。去大奖奖得足欢喜，一奖20种，咱家己抓出点无啥。其实毋是咱就跟你讲，家己咱点无啥。咱台湾真正世界拢是点这种人少，但是愈来愈少，嘛是希望咱大家要把我们的德性、功德建立起来，然后回向给我们的冤亲债主。台湾外年来，咱的观天介绍绝对毋是用讲的会当理解，有诶真正不可思议。咱每一个人过去世所带来，伊不连多点拢无共款。无共款，咱看一个人的修为涵养，咱会当体会讲，这个人袂歹，修为涵养真正无修比咱有修较好。咱本来咱真正珍惜，看咱的功夫，看咱的功业，安怎去做，应该更加真正珍惜。所以你大陆真正需要度的人太济，14亿的人口，咱台湾2300万人，若我比吼，我比，而且伫遐有太济人无见到啊，即摆足济高亲伫大陆农业，个花松的宝光重镇，因足济遮路书拢就地取材啊，因伫遐方面啊，所以因遐开发四地拢是啊。所以跟你讲，咱要去找寻有缘的佛子，可能真正会可惜。伫迄个澳洲，差不多20多年前，外从有钱叫做陈启昌理疗师，20多年前就去开发澳洲，结果伫澳洲去用了，迄个。这人领导已经就是60、70岁，我那60、70岁了，4年的疫情他都没有回来，都在福州。他另外一个理疗师跟我们讲，讲我们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哦，哪出有人要丢到啦，每一个济时拢出钱1万块、2万块，互伊做机票做车费，去来点，所以伊连到这个疫情伊都出钱。登陆迄个7月28号，在新加坡余文德庄会开这个东协10国交流协会，大陆来要几十个，咱甲交流的，迄个前几站本坐到阮感觉，有点俗，70岁啊，真正伊迄年他真正有讲，真是俗，敢若亲像咱祖师爷的面相。真正咱人哦，欠虚欠累，千锤百炼，不经一番寒彻，焉得梅花扑鼻香？咱免惊艰苦，免惊欠活，其实有道的所，无道的所在，需要咱去，应该咱来更加拍拼。
所以伊就咧紧来应景，咱今仔修道的功夫，夫人神亦清，其心扰之；人心亦静，其意先知。所以不能者为心未诚，意未浅，能浅之者，这个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外观其行，行无其行；远观其物，物无其物。三者既苦，唯见以空嘛。所以咱今仔咱是不是我讲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咱外观其行，行无其行。但是咱讲无的回答，咱就这明显变现。咱是不是当承受无共款的观点，伫咱的心上的压力？迄拢是咱伫情理上，咱是不是真正偏见、有忍受、有接受？所以希望咱大家共同来努力。这个环境是咱上界好受的环境。如果咱来当真正用心去开发，去开发国外无愈需要的所在，咱愈敢去接受外的，去献出咱的智慧，去用看什么款的方法去面对。咱也感觉讲，一分的边缘，一分的收获。咱本来当真正付出提升方面的精神，咱刚才讲的，咱做甲互法来甲咱斗一起，你就看咱的功夫，看咱的智慧，看咱所用的方法，就咱这做重要。咱袂使去骑车，咱袂使放荡，咱愈低调愈用心。愈互人感受，愈无障碍，这是咱一直以来，咱好学大陆开放将基本20几年其他拢嘛是踩踏红线踩踏红线。伊文化大革命了后，无神论无爱互咱去颠倒，这阵就已经会使互咱讲道理。咱若讲道理，伊无要紧，用讲咱传统文化没有问题。所以传统文化我们讲的，咱的道理拢无离开咱的传统文化来讲，拢是咱道的内涵。但只要咱去办道学，咱愈低调，会当愈卖宣传，更加更加一项心服口服。咱就要今年7月份，有一间公司，伊袂甲咱接受以前，早时因8点开上班，就全体员工拢读经，因嘛知影讲读经最好。结果因感受无深连续2、3天来拢去找拄亲老师。结果咱遐有一个道生去甲道讲，你也先来拜拜，阮自然有人教你读经。结果伊是一个社会规模足悬的人，所以伊考我头家甲伊弟媳、甲伊的孙、甲伊老囝4个求好了后呢，就要求咱甲道义迄个老师讲，我们今年7月、8月暑假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当来甲恁教读经？结果咱迄个道生甲讲可以不过有条件有什么条件？伊讲我考虑看看再跟你说了。结果隔天也载了伊个秘书团去甲咱迄个道生斗，结果去甲问讲你到底是什么条件？7月就到你若就6月底，结果咱迄个道生就甲讲，我读经的人爱先拜拜，先拜拜，伊才有感受。若无感受，读经的效果无好。伊考虑了，讲好，安尼好，安尼你联络看卖当时，我来安排。结果伊就安排7月初，到伫要暑假的时候，就伫伊的楼顶，伊个上楼顶伊个会议室内底安排临时的，总共员工、家长、
家长甲囡仔，有囡仔的员工，伊囡仔员工，伊就来安排各位来求，所以43个来求到了，从咱咧就请两个学校的老师去甲教学。结果遐个小朋友求到了，伊个教跟你学，我们小朋友来，今天开始读经，我们要先念叫做首选，你们都有拜拜了，你们的心要把它回归到你的首选，老师点的那个地方。结果遐囡仔乖，从来底下首选，坐到了早晨间，大家静，结果静了后，伊才开始教课，明日今天心经清净经，从来读到无几工尔，你3本经就拢背个，背起来了，伊就搁教伊道德经，甚至伊讲你若道德经背起来，咱再搁进一步，让各位非常的充实。那些小朋友真的好像改变了他一生，大家拢变足乖，足精。所以这个是咱刚刚讲，咱有真正用心以小朋友的心胸，不然让去改看。他只要肯读经，他一定会改变。他不愿意静下来读经，他要改变就很困难。所以咱在座各位相信有很多小孩子都从小把自己的孩子、自己的孙子跟着一起带到道场，到今天已经大学毕业了，那他的一生，相信大家拢会当肯定讲，修道的囡仔会变大。所以这拢是真理的教育经典内底所写的内底内涵，互咱印证。所以咱希望大家对他都要有信心，对读经方面来加强推荐。有读经，真正咱的心就比较较强。咱若无读经，咱的心有用心，咱较静下落来，咱较有用心。菩提自心，但用初心，也要先顾嘛。咱若准有读经，你免背自然读久了，都烙印在咱的心内底。所以这个原则，这个效果，这个美妙的现象，相信咱大家人拢真正清楚。所以就修道以来，咱今日要安怎会当真正从道伫咱台湾这宝岛，以前有道的宝岛，咱大家拢有感受啊。自从这几年来，咱风台啊、地震啊愈来愈少，咱嘛会感受讲，原来咱就是修道人愈来愈多，所以上天就比所降下来。今日甲咱跟你讲台湾无代志，因为太济修行人。这个是等于讲业愈来愈消，业愈消，咱要安怎会当真正稳定这个世界局势？我们等着看，大家用心，继续努力，相信我们台湾的未来一定是一片光明。今日难得，大家当真正静心来聆听经典的教育。讲出用心，虽然大家讲啊平平，有啲经伊就会好。除了听以外，看会当大家咱拢来个推荐，就啲个变一种，让别人30天会当背甲，拢清清楚楚，咱无论如何嘛应该，逐天个个尾啊，咱拢要推荐，你会更加更加清楚，就啲经伊真正是咱拢伊带来互咱所有的百姓。上介好的，找回咱家己本性中心上好的一个源头，一个根源，一个逻辑祝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各无方便，感谢各位支持。主必给的功，功德功。
地方哈。